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西裝很合身，在閩南語裡面有一個特殊的形容詞，叫做筆節。這兩字到底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全世界穿西裝上好看的人，就是這個人，不是干那阮老母愛看爾，連我都愛看。啊，為什麼他的西裝會好看？就是因為非常的筆節。各位請看他的領子、袖子、肩膀、胸圍，全都包得非常嚴實。好的西裝就應該要包得密不透風，不管是要把手舉起來，還是要彎腰，都非常的困難，這才是好的西裝。在閩南語裡面要講筆節。怎麼說彎腰也會很困難呢？咱來看另外一百度，你甲看這個腰的部分，徛甲直直直，這個所在看起來都已經真暗啊。不管你是要曲落，還是要壓落，還是要坐落，這粒紐啊一定要透起來。啊，褲的部分嘛是同款，攏真暗。這就是咱閩南語裡底講的筆節。好的西裝就是愛筆節才好看。小張嘛有一套西裝，開錢去予人做的，嘛是真筆節。啊，到底開偌濟，莫問啦，我嘛袂使講。講落到地點的，阮老母就敲電話來，就麻煩。啊，咱即馬來講筆節到底安怎寫？小張直接來講結論：筆節就愛寫這兩字啊？唔對，咱教育部的網站裡底有記錄，就愛讀作墨節。墨節嘛無錯，但是是中高音，這個字讀作節無問題。啊，這個字的上高音安怎讀？咱來看說文解字安怎寫。江山什麼聲？你袂曉，我嘛袂曉啦。繼續甲查落，說文解字裡底寫江棉。啊，這個字我會曉，這個字就讀作筆，筆窯的筆。啊，這字筆是第四調哩，變調了後，就愛讀作第二調，也就是虎的聲調，虎節、筆節。所以這兩字上高音就是愛讀作筆節。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，這個字佇漢典裡底有記錄甲真清楚，會使讀作肉。小張甲林志玲鬥甲肉，都是用這字肉，嘛會使讀作肉。雞卵肉嘛有芳，都是用這字肉，嘛會使讀作蜜，蜜都是用這字蜜。過來，咱拄則找到的這個音，會使讀作筆，筆節都是用這字筆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